所以咧，受先知勸嘅班我們講述已經犧牲嘅先知，呢個係4首僕人之歌嘅解讀。咁當然，點解今日我哋會將呢首歌去用喺耶穌基督身上咧？我呢度咁樣講，喺舊約，原來如果真係咁講，有位先知成為上帝僕人，獻上自己勸以色列回歸上帝。而喺新約，我哋就見到邊一個啊？耶穌基督成為最圓滿嘅上帝僕人啦，係嘛？佢咪就係親身落嚟要勸世人同上帝和好咯。佢甚至犧牲咩啊？自己嘅性命，佢就真係做到贖罪祭啦，係咪？嚟到咧，使世人咧同上帝和好咯。所以呢首詩歌好適合啊。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即係話呢4首詩歌原來唔係淨係 apply 喺耶穌身上，都可以 apply 喺古代一個先知身上咧。我就會問：咁可唔可以 apply 喺今日？你同我願意成為上帝僕人，去勸周圍人回歸上帝嘅一個人啊？當然，我哋做唔做到贖罪祭啊？做唔到，你唔使諗啦。我哋都未必做到好似呢個僕人所講犧牲咁大添。但係我哋都盡可能有盡我嘅能力，喺周圍嘅人咧唔願意回歸上帝嘅時候，我哋代替接替僕人嘅工作嚟到去成為上主嘅僕人。我今天嘅題目的確係作為僕人之歌，我真係有個副題，個副題就係誰是今天嘅上主僕人咧？今日邊個願意成全呢個使命，繼續嚟到去侍奉咧？